海水為官清廉、乾淨不阿，瓊山府朱吉利人，亦即係今日嘅海口。佢曾經嚟講係十就呢個嚴嵩，係令到呢個奸相嚴嵩咧係得到法律嘅制裁嘅，所以有海青天嘅美譽。明王朝党羽，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。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，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。这就是中国的